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5集。我是小张。有人讲闽南语是正港的上古汉语，这个讲法到底有影无？咱今日就要来讨论。过来，这两字闽南语到底安怎读？我有听到啊，有人讲这两字都要读作物件，安尼读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搁说落来，开车莫用手机啊，这字莫到底安怎写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咱今日做一摆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小张要先来甲各位问一个问题：这三字安怎读？我有听到啊，有人讲小张，我知这三字都要读作问问题，嘛有人讲毋是啦，阮拢嘛读作问问题。其实这个题甲题的中间，就争差一个有。这小张以前捌讲过啊。这个伊甲有是介音，若毋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会使讲是来无影去无踪。咱这集的重点要来讨论头前这两字，咱即马就来讨论头前这两字。第一个字就爱读作问，第二个字就爱读作问。这拢是根据教育部的记录。奇怪，是安怎共字的无共音？无毋对，这就是咱闽南语的特色。读作问的时阵，声母是么；读作问的时阵，声母就是无。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无甲么两个音拢是录音。小张早就已经写遍啊，写伫同一排的声母拢会使互换，是毋是像小张讲的，形声字的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？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：小张，为何闽南语有文白音之差？真简单嘛！小张已经讲过几落摆啊，因为闽南语都毋是正宗的上古汉语嘛，敢有影安尼？敢有别个例会使支持这个讲法？当然嘛有，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对这个词开始讨论起，后壁这个字安怎读法？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分野、将人、将牛、牛大物各可分。伫中国文册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就爱读作坚的上声。这字坚伫咱台湾，咱拢已经读了走精去啊，咱拢甲读作坚、肉坚、坚皮，拢用这字坚。声调是上声、平、上、起、入，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声对应的就是好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的标准音就爱读作简。伫咱台湾，咱拢读作简。咱来举例说明：案件、事件、物件。咱敢有影读作安呢？无影啦，无咱安怎读法？咱拢读作案件、事件、物件。奇怪，为何咱会读作件？咱来看这个韵母的部分，其实就是安甲啊在互相转运。这个安甲啊互相转运的代志，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45集内底有介绍甲真清楚啊。咱即马搁来复习一下。关，咱读作关；山，咱读作山；盼，咱读作盼；干，咱读作干；单，咱读作单；满，咱读作满。音是拢无错，但是安怎有一寡音内底加一个有？咱拄则已经捌讲过啊，这个有就是介音，来无影去无踪的介音，所以有一寡音内底加一个有，有一寡音内底减一个有。拢真正常，咱即摆话讲倒转来，这个字的标准音就爱读作简，但是伫咱闽南语内底，咱拢读作行。这个现象，甲咱讲两个代志，真要紧的代志。第一，闽南语的音时常无照韵册读，是安怎会安呢？咱来讲第二点，因为闽南语都毋是正宗的上古汉语嘛，就是遮简单嘛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咱闽南语有真侪字拢有音无字，就是安尼，以后毋才会甲咱笑，因为咱拢找无嘛。咱即马转来讨论主题，拄则讨论的这几字内底有一个字，咱来特别说明一下，就是这字满意的满，嘛会使读作满月的满，是毋是？搁一摆证明无甲么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。即马一定有人要反映，小张，你拄则读的音拢无错。但是这叫做无巧不成书啦，袂使因为一半字去互你强调，你就要讲这是一个现象。
有道理。无咱来无三不成礼一个。一开始，咱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福建无同款的地区有无同款的读音。伫咱台湾，上少就有3种的读音，会使读作麻，嘛会使读作麻，阁会使读作麻。这个有，咱拄则已经捌讨论过啊，就是内母应气母中的介音，是毋是甲小张拄则讲的同款？无甲无，这两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。咱即马阁来看新的例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名，嘛会使读作名。这个字咧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命令的命，嘛会使读作生命的命，是毋是像小张讲的，拢是无甲无这两个声母互换的字？那安尼讲起来，小张，我是毋是需要甲这个规则甲记起来？无需要啦，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我早就已经写遍啊嘛，你就参考小张这张表就好啊。伫这张表顶悬，也有另外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就是这个伊甲有，若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时常会使互换。咱即马就来举例，咱来看第一个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万物也，牛为大物，天地之所，起伊牵牛，故将牛。物声伫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嘛是读作物。咱即马来举例：人物、物价、礼物、博物馆、动物园，拢读作物。奇怪，那安尼为何你会甲读作面？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伫中国文册内底记录的中原正音，就爱读作物。这个无的声母甲无会使互相替换，这咱嘛已经讨论甲真详细啊。所以咱即马就来讨论韵母的部分。这个伊甲有，若是当作韵母使用，时常有转韵的现象。这个尾音要安怎解说？入声字的尾音有这几种，拢会使互相替换。咱早就已经捌讨论过啊。所以这个字的中原正音就爱读作物，伫咱闽南语内底会使读作面，一点问题都无。毋是讲小张家己咧讲大声话啦，全闽南语界只有小张有法度解说闽南语的文白音之差。无大紧，毋是一个字就编一个故事哦。我一再用的拢是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看到遮好的理论、遮好的方法、遮认真的小张，你有来斗相听无？你有甲小张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无？咱讲实在话啦，要做一个有品质的节目，阁拢有附文献，讲话拢有所本，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，阁真了时间。希望各位拢有法度来斗相听，来斗牵成，安尼毋才有意思。要继续讨论主题进前，小张要先来介绍一个大家拢熟悉的字。这个字会使读作西瓜的西，西餐的西，嘛会使读作西平的西。用这个字，就有法度证明 E、A、I 这3个韵母会使互相转韵。这个转韵规则，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38集内底有讨论甲真详细，欢迎各位来甲参考看卖咧。有这个观念了后，咱就会使转来讨论主题。这两字会使读作共音，伫文册内底有记录甲真详细。这个 EAI 会使互相转韵的规则，咱已经讲过啊。所以这个字，咱就有法度得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白话音，读作麦。这个字读作麦，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这个字伫潮州就会使读作麦，第7调的麦，甲小张讲的麦声调有淡薄出入，但是音完全正确。这3字若用国语来读，就爱读作雾超速；但是若用闽南语来读，就会使读作麦超速。过来，咱一开头讲的迄句话，开车莫用手机啊，是毋是就爱写作安尼？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闽南语的音定定无照韵册读。这个定定，小张是安怎甲写作安尼？请参考台语黑白讲第54集。这个闽南语无照韵册读是啥物原因？第二，当然就是因为闽南语毋是正宗的上古汉语嘛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毋才会找字找甲遮辛苦。第三，无甲无这两个声母会使互换。EAI 这3个韵母会使互相转韵，拢是咱这集的重点。第四，开车莫用手机啊，莫伤心，莫听人黑白讲，莫讲人是非，拢写这字莫。
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